再来看去年发生伫台中泽温一个20岁查甫人炸3支刀啊，伫车厢内攻击乘客，杀伤2个民众。一审是互判10档伊不服提起上诉。今仔2审宣判，因为伊有甲其中一个被害者和解，所以改判9档9个月，专案是会当去上诉。去年5月，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真不满，所以选伫咧台北捷运地质案10周年即天，炸3支刀啊去坐台中捷运，伫咧车厢内底举刀乌白攻击，扑伤2个人。一审判10年有期徒刑，不过这姓洪的查甫人不服，提起上诉。台中高分院2、3、2审宣判，考虑到已经甲其中一位被害者和解，所以改判9年9个月。本院审理后，认原审未及审酌，被告已与被害人吕兰达成和解，乃撤销此部分杀人未遂之判决，改判处被告有期徒刑7年6月，其余上述部分则予以驳回。台中高分院表示，姓洪的查甫人犯2件杀人未遂，还有1件恐吓危害公共，计共3罪。不过考虑到已经甲被害者和解，所以原本判7年10个月，改判7年6个月。不过合议认定伊有杀人的犯意，所以其他2罪上诉拢甲驳回，计共是判9年9个月。因来受害者的家属是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，希望这件代志会当互社会启示。我们就是尊重司法，因为这个是法律的东西，我不太懂。希望社会有所约束啦，不要说不高兴，还是说某某因素就任意伤人，这样不好啊。宣判即天，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者拢无到庭听判决，正正伫咧民事庭，这嫌犯就已经甲姓柯的受害者调解，因若姓李少年的老爸是无讲用偌济钱和解，专案还阁会当上诉。公司新闻。